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来比说，喺到苗栗县三义乡的盛兴火车站哦，佢头摆喺台湾铁路西部干线最高一条火车头，佢开派喺401公尺。但是自从民国87年咧，西部的三线火车路啊完线以后呢，咧从苗栗三义跳到台中丰原的 Q3线是停下来嘅。停下来以后呢，台中该片变做后丰铁码头，到苗栗呢片呢，苗栗县政府头面用600机费，希望咧 Q3线再恢复行了火车，但是成本超高估所赐的600都冇成功。前年呢，咧种苗栗县政府对交通部公共局提出来咧 Rail Bike 嘅种创新嘅做法，希望咧种 Q3线再行了 Rail Bike。规套次行差啦哈，得到交通部3亿500万元的经费补助。那对于这种地方财政困难，苗栗县政府来讲係件好嘅事情。對咧鐵路嘅主幹呢，台鐵局呢，也有人把錢嚟補咧個鐵軌路，也係件好嘅事情。當然，對三義盛興當地嘅鄉親嚟講，係唔係在嗰一擺嘅帶通地方公共熱潮，佢哋非常非常期待。看起來係隻多樣嘅局面咯，但是有人有冇同樣嘅看法？到底雙方嘅意見政策到哪邊呢？底下行業盛興火車頭面前嘅講錯，堂堂公部門代表韓國地方鄉親嘅意見係乜嘅？一搶嚟關心。以下節目鏡頭來到你盛興火車頭嘅順台廣場啦嚇，想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你台灣鐵路管理局嘅台中運務團團長蘇振林蘇團長，你好。大家好。好。三等係你提出了個跨越2點計劃嘅苗栗縣文化觀光局局長林彥甫林局長好。主持人、各位現場嘅貴賓，大家好。他等歡迎收嘅係台中市交通局嘅副局長彭輝生，彭副局長好。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好，再來歡迎收嘅係縱貫線鐵道保存協會會長王文正，王會長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好，我想先來看一下呢台鐵 Q3線嘅介紹啦嚇。頭下講到佢係從苗栗嘅三義跳到台中嘅豐原，佢係連接呢個苗栗並台中兩個縣市嘅條 Q3線啦嚇。從嚟到泰安海呢，係分做2班嚇，所以咧全長呢差唔多23.6公里安長啦嚇。不過大家認為講是2公里太啲係啦。其中嘅期間啦，嚇！一家啲嘛提醒咧，是講一種像你頭講咯，一 Q3線嘅盛興火車頭是非常非常嘅香，甚至到咧你講唔太平，真係有個團橋嚇，也係非常非常嘅龍騰斷橋，也非常非常講嘅種歷史遺產等等嚇。所以佢講做係台灣嘅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啦，嚇！都在呢隻安江嘅 Q3線，佢目前嘅情況係樣板型，韓國佢嘅自然風景，韓國人文歷史係樣板型，想先等等先咪幾隻鏡頭去了解一下。南部卡叫那時候奉祀的時候啊，因為我們家是在像係叫無限嘅茶吼，做多少叫你當個做珊瑚面嘅吼，因為鐵的又較厚實啦吼，但是嘅茶呢我安尼沾過來間吼，我老產生摩擦嘅。你像也做出件當叫麼？日本人都很先進啊，這麼變成一條連續隧道，其實也係可以值得大家去探討、去追究。另外其他嘅就係一條連續隧道那種感覺哈，人家吃到講有人講有一種柳暗花明又一村那種感覺。也都像火車行嘅鐵路咁樣下架樣，我真正來行，嚇冇法冇跳定跳，連跌到我當唔起。 Q3線無火車司嘅，加嘅一類又一類嘅鐵閘門，一搭配含片疏導，係加嘅風樣。為什麼火車這個路線後來要改到西邊去？用它的當時為什麼走這個東邊這條線？那就是因為視線的關係，因為坡度的關係，東邊的條件很好。然後當地台鐵推橋嘅站長詳細嘅圖答來了解 Q3線嘅火車路文化同歷史。台灣主要的山呢都是這樣，關島山這個坡樣在20公里，龍喺南北，知道嗎？南北的鐵路個龍都傳麥啊，傳到關島山麥。榻榻米面鐵炭啊，
炭的面头要改皮，皮面頭要改太易啊！啊，唔好食，啊，你唔好食啦。這個嘛好嘅，覺得啊，冷下滲土，可是對人一退行你呢，一浪啊，要麼冷風啊，直接就乾了得啦。同頭擺啲台鐵嘅陸同事打嘴鼓，啲升旗叉頭有鐵道嘅回憶。可以講為種台灣，那阿里山莫講啦吼，台灣的本線吼，大概報導進來，所以一對那邊三叉雙那邊雙的聲音，太陽鳥人就開始我演就開始報導，頭擺印象就唔計司機好事好模式的，就看唔到。一直争取，整整12年，终于真的用副食了。副食试运转的时候，我们好高兴，而且副食又用蒸汽火车去，包括外国的观光客都把它吸引来。7年前，蒸汽火車在過市道9山線後，大家都忙結構要當交通，一分交通不用嘅延續下去咯。刚刚新闻画面最后一个画面停在禁止通行4个这个标志，4个大字标志上面，让人看了觉得好伤感。这么漂亮的旧山线就这样停下来了。虽然说中间有好几次这个复驶，但是都只是昙花一现。但是我想先请教我们的苏段长，从民国87年9月24号旧山线步入历史之后，这将近快20年的时间，台铁有忘掉这条旧山线吗？从99到102年，总计4年的时间了。我们大概这一条路线上开行了大概有200多个班次， 200多个趟次。那可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整个一个票箱的收入啊，跟整个一个营运上的一个费用啊，是没有办法来达成的。也就是说，它一个内部的效益，也就是票价的部分，没有办法达到目的。但是整体效益是有，因为对整个地方的发展来讲，外部效益是大于内部效益的。那为什么总体效益不错，结果还是停驶了呢？台铁考量是什么？应该这么说了哈，外部效益是地区的。那对一个经营者来讲，比如说台铁的票箱收入是内部效益，可能内部效益就不足。那即便苗栗县政府办了4年以后啊，他也知道说内部效益是远不及成本。所以它本身是亏的，但对整个苗栗地区的发展，它是比较多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一个状况啊，所以它苗栗县政府到最后他也不得不在经费的一个考量上，就放弃一个计划。可能目前现实的条件或环境啊，内部跟外部效益之间这个差距过大，所以目前是停驶的状态。好，但是对于青岛的你3年的乡亲来讲，对于你身形火车头顺头的乡亲来讲，那条890年历史的老火车路哦，真给大家青岛人的儿时的回忆也好，或者说中学求学，从山城走到更大的都会去看到更大世界的一个通往世界一个窗口要甬道也好，其实都有懂得情感。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3义的乡亲，圣心火车站附近的乡亲。认为这条旧山线对于你苗栗来讲，对你3义身形嘅历史价值，好来讲带动地方公共发展的嗰種意義到那邊嚟講嚟卡數發言。好，了解。其實我們的舊山線已經有100年以上的歷史了。那這個呢，這個地區呢，可以說是台灣少數就是保存比較良好哦，就像我們剛才貴賓說的，對，保存很良好，而且鐵道文化非常豐富的地方。那整個呢有經過了4個車站、4個鐵橋、9個隧道，那還有剛才影片中講到的最大的坡道、最大的彎道、最長的隧道群、最長的花梁鋼橋。還有我們現在這個位置海拔最高的聖心車站等等哈，那還有呢全台僅此一處的鐵道的折返線、安全側線等等，這些都在顯示我們先民以前哈他們在100年前的堅毅的精神哈，還有就是那個智慧以及鐵道的工藝技術。好，所以說其實這個地方的保存下來是非常的重要。好，那再來就是我們現在在這邊其實可以看到我們在山區裡面整個舊山線周邊的自然風情呢是非常的好。好，一年四季都有蝴蝶、鳥類、昆蟲等等的。那整個呢4月份有螢火蟲，5月份桐花紛飛，
时而云雾缭绕，就像一个仙境一样。也因此呢，我们这边也有非常多的游客过来然后来体会我们这里的这个自然的美景，成为最好的一个休闲还有环境教育的场所。好，谢谢我们三义乡公所汤科长这么详细介绍。其实听我讲到Q 产线佢都3年盛行唔停平站，你看喺苗栗的部分往南來到嘅嗰個台灣還是喺台中嘅，台中有泰安、后里，還有豐原北河之站啦所以叫按多叫茶站。除了按多叫茶站以外呢，我想它還有很多的工藝上面，或者說這鐵道的工程上面這個意義這精彩的部分。我先請教我們的王文正王飛長，然後你說給他。它為什麼可以被稱為20世紀鐵道工程的藝術極品？你也看什麼門道？它精彩都在哪裡？那你說給他好嗎？那个我们大家都了解，就是说，其实现在欧美的主流文化都是靠人文资产。那所谓的人文资产就是工业遗产。您看，我们有很壮观的花梁钢桥，还有我们鲤鱼潭桥上面的下桁架式的钢桥，这个我们在台湾其他地方都已经看不到了。然后这一条线以前是纵贯线，那其实，在日治时代，我们台湾在东亚在工业方面，我们算是很先进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出门去看，我们不管去瑞士的少女峰，他们100年前就已经开发观光铁道，甚至到夏慕尼、白朗峰，几乎都是铁道拉上去，甚至到英国的 Snowdon， 他们就是用火车把人拉上去，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说故事的地方，它是一个很好的工业遗产，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教材。那今天我们会积极争取把它留下来，就是说，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说，让台铁进来再继续开车，但是不能让台铁承担这个成本，因为这个是整个国家的资源。如果说中央愿意进来的话，别的国家倒是把观光、文化跟交通整合在一起。我今年也在英国看到一个1860年盖的那个砖砌的桥，石拱桥，在伦敦那个维多利亚到南部的 Brighton， 它目前这个桥还在使用，1860年盖的桥。石头桥、石砌的铁桥，跟伦敦断桥长得很像，上面有4个古道，大概每5分钟一班车但是因为说他们没有地震跟台风所以说他们先进国家都把老的元素都保留下来，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说故事的地方，也可以吸引游客的地方。好。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苏段长，刚刚我们的黄会长帮你们说话了，就说如果你们更上位的国家的政策，甚至不只是观光局、交通部，甚至是行政院愿意支持来台铁把这旧山线推向国际的话，你的看法是什么样？当然站在台铁立场，如果有国家愿意把这个路线把它发展起来，那我们台铁当然绝对是乐观其成，也愿意全力来来营运。基本上早期说这条路线很难变成是一个纯粹观光路线，这个就跟我们台铁的很多支线一样。那支线它不是只有观光，它担负了一般民众的一个通勤、通学，所以在很多一个票价上或者是纯粹观光上，它是很难区分的。但今天旧山线会比较不一样，它是比较有潜力的，而且它很多工程上的观光景点上的，我想都比其他的支线、比其他的地方还来得更有条件来成为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观光旅游路线。好，苗栗县政府呢，过去有6次的复驶，每一次都亏到喊不要不要的那这一次呢，也看到了，3亿，我们刚刚乡公所这科长讲是国际慢城这个组织认证的慢城，而这个旧山线也就是他们被肯认是慢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准所以好，我们来看看魅力适宜国际慢城，这就是苗栗县文化观光局提出旧山线跨域亮点计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logan 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旧山线跨域亮点计划有6大工作项目那其中在硬体的部分，我们看的是旧山线轨道的这个设施整备，还有周边的观光交通啦，还有这重要景点的观光环境的准备，其实现在都已经在动了。这个部分有2亿2千万，剩下是比较软体的部分，比如说导览解说啦，或者说这个整合国际观光整合计划啦，甚至是旧山线专案管理服务计划等等，加总起来是3亿500万。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林局长，就是说，这样子3亿500万花下去之后，旧山线就可以复驶了吗？我们从1998年停驶以来，其实台铁局不断的给大家的信念就是，蒸汽火车一定会复驶。
一定会复火车会驶。所以再回来。当时其实地方政府，不管乡公所，不管是县政府，其实我们负责大家的分工是这样：复驶交给台铁局。那乡公所、县政府做的就是把这整个区域社区管理好，立面做好改善，我们把古迹维护好。所以在我们对面的这个我们的站长宿舍，在我们后边的3号官舍，在我们的这整个圣心车站的站体，包括客委会也进来帮忙做整个圣心社区的立面改善，就做好这些硬体设施。但我们等到2010年，台铁局跟我们说，抱歉，招商不成，所以我们不要开蒸汽火车了。所以呢，在2010年开始，我们几乎就是去用抢火车，把这个蒸汽火车抢回来，开了6次，一天要50几万。所以呢，纵使我们卖出来，我们的租火车要钱，机组人员台铁局也要收钱，委托售票方式也要收钱，不包含后面的5列列车也要钱，柴电的机车头都要钱，反正就是地方政府要买单。所以呢，我们纵使秒杀24万元，最多 income 24万元，但是我们花了60几万元。是，对，这是一种非常刚刚讲的，当然会有外溢成本、外溢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地方政府来讲，没有办法长久的来做这一件亏本的事情。我们蔡天的身形地方详情，对了之后，铁路某行火车2行的 rail bike 轨道自行车看法很马干的，先听听新闻记者刚才去了解一下。可以看啊，伴手礼、帮助消化的相思果都可以来欢迎你们参快来一场。无火车经过的圣贤茶头，也是经系有名的观光景点。火车路、热腿、茶头，那就可能到年下。火茫茫大大嘅一片传统的客家菜，主创炒用时就出作嘅。到为是主世界，就算没了解，也见伫圣贤茶头会路点的，还可以叫一道年下来食客家菜。看出呢火车路风景同客家文化结合起来，当叫成立合作，也下路点的嘅第3团员，没准家乡来接的。我们回乡就是在寻根，对，客家文化就是我们的根，我们去从客家文化去慢慢发展，然后由我们的基础点，就是我们家里圣心客栈基础点，慢慢去发展客家文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大帮秋山县的历史文化，创造为地方的商圈，韩国发展出的观光的景点。为到为秋山县的火车路有客家话的运用，地方方按照用国外火车路4人场的方式，第3年创业全台湾唯一的 rail bike。铁道自行车，全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对一个铁路有保存加出的。因为一个自身已经冇得去行咧，然后你秋山县汹涌安尼条件咧，佢做为了培养亚洲的休闲的一个方式。一种方式既然能够保存，安尼好嘅铁路，安尼路，安尼铁桥。菜地的居民同店家对秋山县就会有新的经营方式，没有一道的想法。你讲咧火车复驶根本就冇可能，伊经费的问题。又比较简单，就连接呢，加一腿，加一腿，加一腿，轻腿加重腿，慢慢的试，10腿就做的，连接，没做得单元车啦。我哋其實當方向嘅就落嚟，但是我哋沒有擔心，有一個安全的問題，因為聖賢火車頭清過票，2片砸到下架，腳踏車一插落嚟，佢下架時候是重力加速度，係。按樣嘅來對控制。保存當今的秋山縣，按樣嘅好好再高利用，將會發揮生態嘅效益，大家一切都有期待。因真佢唔單止會帶動地方嘅觀光發展，客家嘅台灣火車路一定創業為寶。好，台灣新聞樣片有看到個 rail bike， 因台灣的鄰居講說，是4個人坐這個有輪子放在軌道上面這種 rail bike 軌道自行車，其實都德國、法國、荷蘭、韓國德法荷韓都有這樣的一個 rail bike 的一個行駛，所以，這也雖然是台灣的先例，但是在國際上面事實上已經行之有年啊。那我想問一下我們的黃會長，你看到那種 rail bike 都鐵軌路上邊行？你是覺得說，你喺要發落傘線嘅好方式，一個心在淌血。以一個鐵道迷來講，知道你有冇做得按照他嘅路火車路？你的鐵道迷的想法係樣般型？
旧山线它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产域，它不是一个被废弃的铁轨，不是一个什么那个工业线或是那个货物支线，它是很重要，它是我们的纵贯线，是全民的文化资产。然后再来就是说，刚我们的时空背景已经不一样了。今天台铁的蒸汽火车自己卖票秒杀，然后我们纵贯线也自己申请光华号进来，然后也不用苗栗县政府的钱。那还有包括我们内湾、平溪、集集线，台铁开柴联车。那现在花东线它电气化之后，会很多柴联车淘汰出来，这些成本都很低。所以说，今天可能我们重新再复驶的时候，苗栗县政府不会再负担任何的经费。那事实上，这个 Railback 在国外它有案例，但是都是在一般废弃的线。但是我们今天纵贯线不一样，这是一个重点之重。所以它不是一条废弃的线，大家都对它还有很大的期待，希望落火茶路 Q 3线永远还在行火茶。但是我也想请教说，台湾样片你会看到讲，因为你想先讲，其实它动价，因为圣心站是最高点的嘛，往这边去都会下加嘛哈。那我看那个 Railback 其实还蛮重的，下加重力加速度是动价。上加时间那以前那个开火车爬不上来的时候也有，那万一以后我骑这个 Railback 骑不上来怎么办哈？那我想问题回到我们的这个林局长。那我们就国外案例，我们到韩国去看如果他遇到的爬坡，其实他在轨道上面直接就加了一段辅助电轨，辅助电轨能够带动这个马力，把这个它是电动的在这个轨道上面另外铺了一条辅助电轨，但是因为我们想要让旧山线它是可以可逆性的，并不是说以后大家蒸汽火车是回不来的，所以呢我们不用辅助电轨。因为以后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整体计划里面是想要是1年10个月呢是做 Railback，2个月在寒暑假暑假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还是来跟台铁局争取到蒸汽火车的复驶，所以我们多元载具，对，多元载具，不是只有一种 Railback。对，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设计出来的这个 Railback， 其实它是带电力的，它是可以在爬坡的时候可以像电动车一样，电动自行车这样的概念吗？对，那所以它也会有它的刹车系统，那这些也都是经过车中心呢，它来测试过的。所以台铁是乐观其成吗？乐观其成。那你觉得说，那这样走 Railback， 真的如我们的这个林局长讲的，它对台铁旧山线的铁轨没有任何的伤害吗？那我们在这个合约书里面有讲说，不影响跟破坏未来复驶计划，不管是场站、路线设施等等。那所以基本上，我想。在未来即便 Railback 开始营运以后，日后我们要把它改回火车的行驶也是没有问题的。旧山线这个路段呢，30年的租约是20+10嘛，哈，那为什么是20+10？那这30年你们台铁就不管这件事情了吗？就完全交给苗栗县政府吗？还是说这30年的租约期间，你们还是随时照看着这条旧山线，帮全民维护这么一条珍贵的文化资产？苗栗县政府还是委由我们台铁来做这个整个一个路线的维护。那我们在这个维护期间，我们也有确保我们合约里边当时所定的不影响、不破坏未来复驶的一个设施不管是场站或者是路线，在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下来做这个 Railback， 也就是说，它在整个20年的一个营运里边，其实我们一定要让它确保说，以后我们随时可以来恢复这个火车的一个行驶。台铁就觉得说，是我的文化资产，我还是要好好来照顾啦。好，谈谈你提防详情对那种Railback 那个火车路来行那种次行茶火车路的次行茶那种看法嘛该好，来看那个先生。旧山线如果说你要常态去营运，你要做到观光可以永续，让古迹可以活化利用，当然旧山线火车复驶推动观光，当然我知道这个是对地方长治久安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可是重点它有很多的困难，它的困难在哪边？比如说刚刚一个铁路法就好，其实从关刀山大地震沿线震坏之后，这条就关闭了新山线开始。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还在台湾的铁路法当中？台湾铁路法应该在从日治时代到现在，我告诉你说这个法它适合现在来用吗？旧山线你们一直讲说它还是在你的纵贯线当中，我告诉各位，它角度已经跳脱纵贯线，大家不要这个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我们如果去爱护这个文化资源，让它赋予最大的使用价值，让它能够古迹活化利用，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如果大家这么关注这个议题，可是长久以来，请问一下，大家对旧山线对我们这一条的付出努力跟认同，跟让
古迹活化实际的一些作为有吗？我认为说这个东西大家必须是深思考虑的。我告诉你，时间是个杀手，它是个古迹，它是个文化历史，大家认为很重要。如果今天你不懂得去活化利用，你摆在那边，时间就会把它抹杀掉，时间就会摧毁它的一切。我告诉你，什么文化资产都没有了。好，谢谢我们的古理事长哦。佢睇到呢個三二邊申請復查條順條嘅詳情，點解向下動落嚟做13年了哈，所以時間對 Q 3線來講係叫很可怕的殺手，但是時間其實也沉澱了舊山線它歷史的光澤了哈。而且我來出境來講，高先從幾飛可俾你先從詳情，係那個這位大哥，係。以我民宿來講，我們民宿通常是做計劃性的旅遊，我們的招待的貴賓，那通常在1個月甚至2個月以前就來預約我們的民宿，然後要來體驗我們這邊當地的這些人文啊。那尤其是我們民宿業者，我們最想做的就是深度的旅遊，而且確實可以帶給國內以及國內外海外的這些客人能夠深度的去了解我們地方在地的文化跟實際的這樣一個深度的旅遊。但是郵輪式的列車，其實我們都知道，除了秒殺之外，剛才局長有提到，在3個禮拜前才知道說這個列車要開通了。其實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去做這個行銷的動作去協助我們的客人來預約這個列車那其實在網絡上的秒殺，不要說客人了，包括我們當地業者知道第一個時間點，我上去訂都訂不到了，所以根本是沒有辦法。那甚至呢，郵輪式的列車，它來的話，只能在我們一些定點停留，只有10分鐘，甚至頂多半個小時。那其實所以人是帶進來，但是沒有在這個地方好好的停下來欣賞，甚至是品嘗或者是感受。是的。這邊的風味也好，或者風景也好。對。所以你們覺得這個？那這樣子的話，就沒有辦法真的去做一個深度的一個去了解我們在地。這個與其是限定時間的這種季節限定的這種這個郵輪式這個復駛，還不如 Rail Bike 就對了。我們是一個比較常態的可以操作的這種方式。好，謝謝這位陳大哥。還有我看這位大哥是不是？我們在做觀光嘛，觀光就是要靠一些行銷的手段，把一些人引進來。剛好我們有這個計劃的話，相信以後會有更多的人因為我們這個鐵道自行車而來3義玩。是。就像剛才我們的那個陳秘書長講的，就是說我們辦這個活動，我們讓遊客吸引來，遊客來3義地就會問說：你們3義有什麼好玩的？是。那我們就把我們的世界級的第一個特色的那個鐵道自行車推薦出去的話，我相信不管是國內的遊客也好，國外的遊客也好，聽到我們台灣唯一的鐵路上的腳踏車，他們都想來騎看看，跟外國的有什麼不一樣？是。甚至來住我們的民宿，看我們的雕刻。這樣子的話，整體的套裝行程下來，我相信對我們的觀光是非常有助益的。所以我覺得我們等太久了，真的。等太久了。好，目前要推的這個 Rail Bike 只有3.6公里。那我們剛才講到說，勝興火車站它其實，因為我們知道舊山線它是單軌。所以在這邊會有一個就是讓避車的一個設施在這邊。好，那如果說是在勝興火車站還好，到魚藤坪這邊是單軌的行駛的話，那有沒有一點像我們的 Rail Bike，像是我們拿吸管在喝珍珠奶茶，那個珍珠就一顆一顆一顆排在那個吸管，在這個軌道上面，能夠容納多少 Rail Bike， 而且騎過去還要騎回來啊，那單軌 one way 要怎樣回轉呢？這些是很實際的問題。那我相信林局長，你有副案有解決方式嗎？告訴我們好不好？我們不是不愛火車復駛，不管是哪一個火車復駛，其實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常態性的運具去體驗舊山線之美。我想舊山線是很美的，大家光走路沒有辦法，光走路真的走不了，走不了那麼遠。那而且現在，要不是我們租了這一段，不然台鐵局還不讓人家走。那所以在沒有租鐵路的狀況之下，其實過去遊客要體驗舊山線，如果沒有火車，它必須是蛙跳式的，而且要開着自己的車，那就來到勝興車站一停，然後再到了下一個就是那個龍騰斷橋那裡再停，大概就只能用這樣子去蛙跳式的，然後再跨過這個大安溪，可能到了后里，到了我們的泰安車站，就只能做蛙跳式的。那所以我們一直需要的是，其實就是一個對環境沒有破壞
对铁路没有破坏的运具，我需要的是一个载具。3义的山城这圣心车站的附近，山城小镇风情，还有铁道的文化的遗址哦，非常的丰厚。因此呢，很多人都来。那来了之后呢，就会塞，因为这边只是一个6米宽的产业道路，所以呢，其实这个交通是一个大打击，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因此，看到这边是拥挤段，这边是管制点。好，这边是比如说圣心车站到这个于腾平断桥等等啊，这边都是管制点。那这边就会有疏导点，那接驳就变得很重要了。那所谓低碳接驳的构想又是什么呢？以后大家就做电动的接驳车进来吗？你车子停在这边有停车场吗？好，一并回答。那其实我们一直想跟台铁局争取的是，从3义火车站到圣心车站这一段大概5公里。啊，从3义站这样子到圣心车站这一段5公里，也是让我们能够是 rail bike。或者是用另外的比较特殊的这个交通特色列车，好，但是因为台铁局回复我们说，因为铁路法没有办法允许在每一个路段里面，你又去骑铁路自行车，这一段开火车，这一段骑 rail bike， 铁路法目前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才积极的想要再跟他多争取这一段5公里。其实以后未来把3义火车站当作是最主要的一个入口门户。那附近的它的停车的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不然以现阶段我们还是必须去3义火车站，以及从那个我们的3义交流道这边这2个地方比较大的这个交通节点呢，我们去找到停车的空间，然后再用转乘公共运输的系统进来到这个圣心车站跟龙腾断桥这2个站区。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其实旧山线呢，它是连接苗栗都台中了地方，其实跨量来淹湿了哈。目前看到係苗栗那部分呢，希望講做3義睇到新型，係咪做了行貨車啊？新型都唔太平，團結到了騎 rail bike， 多種多年冇用嘅運具載具嚟利用，但是鐵路法可能目前冇辦法嚟做到啊，因為規定冇符合嘛哈。但是看到係台中那片呢，目前後離呢跳到那種嘅豐原部分，係是後豐鐵馬道，然後係騎次行車。但是呢，你台灣有講到，目前台中市政府呢，伊也到去年7月份，因為那種浪漫台3線啦，伊就提出相關嘅計劃，希望講咧全線。Q3線再嚟恢復行列火車，我用17.692億按多經費嚟做了哈。那台中市政府要做這件事情，當初目前來呢個苗栗縣政府利用咗地方縣市政府嘅立場，也講做法，當初有衝突嘅地方哈。到底也作為台中市政府嘅要幫你想嘅，先請講下你嘅彭夫婦局長。像吼，聽我大家講吼，大家都有。控制啦吼，那 Q3線的整體的廊帶發展，大家要想透過這個鐵道文化本地發展起來，也係鐵點的公司啊吼。那長期來看吼 ，Q3線來行啦鐵路吼，要係對啦整體的發展係有幫助的啦吼。剛才台灣有談到苗栗縣政府還有來科長來講吼，講長期啦鐵道的文化100年的歷史吼，能夠來恢復，它可以跟地方的這一些文化還有發展做結合，按係親和的事情啊。台中市政府基於這樣2點的這個共識底下，就是舊山線的廊帶整體要發展，長期的來看，這樣一個鐵道文化價值是100年的文化價值，是世界文化遺產。所以我們來用這樣的一個構想來思考。從3義車站到后里車站15.9公里哈。在台中的大概是2.3公里哈，你講說台中市你要湊什麼熱鬧哈？2.3公里，你2.多公里，可是你們錢比較多，你有17億多哎。那但是這樣一個整體的路段，我們是用整體的來考量。那我們在台中在研擬這樣的一個計劃的時候，考慮到就是說，這樣的發展如果從長期永續的角度來看的話，怎麼樣可以跟地方的結合？大家報告一點以前呀，你講20年，為什麼鐵路不能夠復駛起來為什麼經營得不好？台中市的這一段從 Q 泰安茶頭到后里茶頭突冇通是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這樣的一個遊程，其實剛才民宿業者因為這樣的一個遊程這一段沒有通的話，我們整體在觀光旅遊的
部分就没有办法从山义到后里整体的这个廊带把它做串联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这个问题最大的关键点。2.9公里如果全通的话，未来不管是整个观光游程的这个安排，还有这个铁路营运的稳定性，还有人次的带动，我们这个后里花博的场馆是永久性，再配合这个山义的这个慢城，这个整个廊带的文化、铁道文化的这个以这个为核心的廊带发展起来，这个绝对是世界级的景点啦！要跟大家做报告。台中市讲的行货差，第二片苗栗县他讲还成枪使行的 Rail Bike， 区域的这个观光发展只有在苗栗吗？还是说苗栗跟台中是串联起来的呢？咱等等新闻记者给样片去了解一下。台中市要举办世界花卉博览会。今年国庆日，台中市长林佳龙自家订定发布发茶的庆祝台飞空3万的宣传，为争取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本大家看到的机会。另外，地方方的花博场馆建设工程未当地结束。台中后里马场为係花博嘅其中一個園區，當地嘅價格做勢，順豐就係有名嘅後豐私人茶鋪。佢哋私人茶軌道會經過9號路，行過泰安海鐵橋一條景點，行咗嚟去到舊泰安茶頭嚟感受頭擺嘅火茶路風情。那后里跟泰安之間的距離呢？從舊火車站的距離大概2.3公里而已。那將來呢？來到后里參觀國際花博的這些遊客，勢必不是只有看花，他也會到周邊的這些地區景點去看一看。那個腋下放鬆一點，女生腋下太開了，對。Q 產線停市過後，Q 台灣茶頭就列做視聽古蹟的部署，韓國遊沙期主動來管理維護。甚至對採聽人來講，在國看到火車駛到 Q 台灣站，就係見到其他嘅希望。沒啦過了又2020年的時候是世界蘭花大展嘛，它會帶來很多的人潮，用舊山線這個鐵道到運輸到聖心還是三立雕刻街那邊可以帶來很大的經濟。我們希望說有多一條鐵道來營運，讓我們觀光會更好。台中市政府因應二期盼發布，希望來推動Q產線的復市計劃。期盼世界花卉博覽會係行銷台中罕得的機會，Q產線又係國家指定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上綠點。地方後每3萬嘅為了傳統服飾，希望跨縣市嘅火車路觀光會創造前海嘅產色。不過，安尼嘅夢想咁有法普辦成係。到台灣呢坐火車睇啲就坐客運啦，一講載貨嘅啦，然後一講同廠而貼呢種貨物運輸等等其實係一種鐵路觀光鐵道，有可能呢 Q 產線佢恢復行咧火車以後變做有國際級嘅觀光實力嘅觀光鐵道嘛像兩隻集團嚟討論，但是我想先請教一下你嘅彭副局長是講，台中市政府咧像17億。擴大到34億件來更多啦所以講除咗了周邊環境的準備以外，還有嗰個茶量嘛茶量要算落去啦要34億最發給會產生多大的綜效？你們有評估過嗎？剛才大家提到的，就是說跟地方的產業的合作，這個才是關鍵。就是說我們未來如果中央來協助我們這一筆復建費用，還有我們的營運的這個車輛的費用。那我們就接下來跟地方的這個產業，怎麼發展出一個套裝的旅程，是符合這種100年的鐵道文化歷史的這樣的一個這個方式，這個套裝行程可以出來，然後跟地方的這個聚落整合。我們的想法是你搭鐵路來到這個聖心站，聖心站這邊在3-5公里裡面是用步行，還有腳踏車去做遊覽。那這樣整個地區的發展就會繁榮起來，那也不會因為車輛的干擾，這個區域的這個整體發展造成擁擠。那可是這個是長期、中長期的發展。剛才苗栗縣政府也提到 Rail Bike， 那短期像我們在
长期我们这个大概111年开始来做，那短期我们还是会跟苗栗县政府这个 Rail Bike 大家来做一个结合，好，看看怎么样在这个长期的副食目标下，短中期我们有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方式可以来共同来推动哈。我不知道说有没有我们从后里来的乡亲。好，了解设计。我们对于苗栗这边推动 Rail Bike， 其实我们也是说，我们也非常支持，也不能说我们对地方的发展，其实大家共存共荣，由我们互相来这个观光来提供这个大家的资源。是。但我们交通局这边，其实市府这边啊，其实也很互相配合。上礼拜的时候，我们去观光的时候，其实会看一个点，其实这里就是后里柱，我们8号隧道前面。其实真的很漂亮，你看我随便拍就这么漂亮。是，这草清一清肯定要更漂亮。这真的很漂亮。其实隧道口，我们台铁其实它真的有用心在维护，一直有人在除草了。是。对。但是夏天草长比较快。对，其实我是需要我们台铁这边，其实真的我们的资源，我们副食案，我们是希望全线能通车。也希望大家来支持，谢谢。泰安站其实也是台中市的市定古迹了哈。那当然说，我们刚刚这个陈主任讲说，周边其实泰安站周边是非常有这个观光潜力，有落羽松花、樱花道等等。但是落羽松花、樱花不是轻轻踩踩就赏出来的呢，伊要有引种，还有去维护，还有去照顾、去治理，才会安江哈。看到你。台湾该片的沙期的乡亲，在那国家当中，都到台湾做沙期工作很有关系，用关系来维护了铁路的文化资产。2018年的刚刚副座也讲过了哈，还有2022年的那个兰花大展哈，这个都可以带来很大的观光效益。假设我们两边都可以结合起来，就是刚刚其实我们泰安的旧站是因为在民国87年停驶了以后呢，整个旧站就没落了。这可以从这边可以想象说，这个火车对我们那个地方的发展是有多么的重要。那再来呢，接到这边来也同样有这种情形，要不然我们苗栗县政府不会这么的积极去推动这个 Rail Bike 啊这些东西嘛哈。这不外乎就是想推展观光带动我们的活络我们地方的经济。所以呢我是希望说。因为这是两边的政府的问题，那我们站在地方的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能够火车副食，因为火车副食它才会带来它火车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大的载运量。那这大的载运量呢，这个对 Rail Bike 来讲它绝对好过它很多倍。火车是跟公路比起来是大运量的，对，一列火车可以载的人数远远超过那个小客车，对，远远超过那个。那另外一个很比较大的问题，这个跟公路不太一样。公路你要卡车，什么车都可以哈。那一个铁路呢，它应该有它的限制性。那另外呢 ，Rail Bike，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说，它可能也有它的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是在暴露在外面，它不是一个那个是一个安全的问题了哈。是。但是呢，以短期来讲，你们要苗栗这边要推这，我们没有表示意见了哈。不过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政府的资源希望能够整合，因为政府的资源是从老百姓缴的税来的，很不容易哈。你虽然有3亿了哈，这边有30亿了，我们两边加起来40亿33亿哈。对。那这个将来做的事，你可以把它做得更好。那刚刚在铁路局在讲说营运有问题，如果营运的问题你换一个老板，他不会换一个领导者，他会营运更好。好，我看还有一些乡亲，有位大哥要发言，谢谢。现在就是说要谈到说副食或者是 Rail Bike， 那我是觉得两边的县市政府都可以去好好谈一下，因为毕竟这个是属于全民的一个资产。那当然了，对我们这个所有周边环境的一些老百姓，他们的一个交通、一个生活，当然就会带来更加的便利。那我在地的一个希望就是说，能够两边的县市政府把它统合好的话，对我们的营运会更好，对我们这周边的生活会更有加分。这样，谢谢。我们从刚刚的讨论已经知道说，要
恢复航复查，大家都有共识哈。台湾讲到，因为目前咧台中市政府的想法，然后苗栗县政府的想法无共样，但是提出，伊迄先提出来的，伊迄还慢提出来的，无所谓整合起来啊，要整合起来。但是要整合之前，还要清中央问题，就是铁路法。好，铁路法如果没有去做修改的话，那这种多元运具，大家要来这共存共荣，要多元运具、多元这好像都不可行。那希望强港也非常，除了这个铁路法这个部分的窒碍难行之外，还有哪一些政策法规上面，我来恢复 Q 3线航复差给它困难点，你的观察还没有关系。其实这一次苗栗县政府跟台铁的合约啊，就是它1年12个月可以行驶2个月，可是这个是个假议题啊，因为他在105年的3月1号，他已经把旧山线公告停驶，是交通部指示台铁，不是台铁要停驶的，是交通部指示的。因为所以台铁想要走也没有办法，因为交通部已经把公告要停驶。对，他光是交通部要办履勘，可能要3到6个月要去履勘，所以说这是个假议题。所以说2个月绝对不能没有办法让台铁去恢复火车，这是假议题。我们纵贯线，我们在今年的4月22号有开光华号。本来是要跑到3义再折到旧泰安站，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打回票。后来我们好不容易就说没办法，临时改在后里站，因为我们旧山线它没有常态副驶，那没有常态副驶的话，它没有班次，外国游客进不来。像我今年3次去英国，因为他们要办那个什么汤姆斯火车，我就可以预期说他有办什么活动，我都可以去。那今天我们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办这个蒸汽火车班次太少。那现在我们蒸汽火车台铁自己办了，自己收票，不用钱，光华号社团会租。那开柴联车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的内湾线、平溪线都是政府在支持。大家不要想太多，今天可以经营这一条铁路的还是只有台铁，因为台铁它有运务、机务、公务、电务，就好像说你们想。我们一个，比如说Toyota保养厂，它有几万辆的车，它多保养一两辆不成问题。所以说，今天各县市政府不要想着说自己去买车或做其他事情，你就让台铁进来，那由中央支持，然后他把蒸汽火车开进来，光华号开进来，然后像我跟义游网去沟通过，他们很想跑旧山线，可是因为这条铁路已经被公告停止了，105年3月1号公告停止，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反 Railback， 是因为如果他招商，他合约一标注出去的时候，民间厂商他不会放手，那造成就是说后面火车要复驶全部都是假议题，然后一个最严重的就是说，因为它没有经常性的火车在行驶，包括铁桥、山洞、桥梁，它不是一个台铁标准的，就是说一个轨道机具运行的标准，没有人去做那个检修。这个还是一个大盲点，所以恐怕要先把100年3月初一公告停驶2件事情先恢复起来哈。好，那我想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苗栗文化观光局这边，就是说，目前这个当然4月份这个张景森政委有出来做协调整合嘛，因为目前地方2个不同的地方县市政府对旧山线的想象和未来要工作期程，不仅时间不一样，目标不一样，但是如果可以整合在一起，因为毕竟是同一条铁路嘛，哈，那可以整合在一起。那我不知道说，苗栗县政府在后续的讨论当中，或在意愿上，跟这个跨域的合作的这个做法和想法。有没有已经有初步的这个结论出来了？这样讲一讲，好像是我们去约束了旧山线的发展，其实不是这样。我很感谢会长还有铁道专家们。这个105年3月1号公告停驶，是因为你们要骑 rail bike 吗？是这样的议题啊，他丢出来议题是这样。是。但是因为这样被停驶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讲啊。是。地方乡亲已经等20年了啦，哈，那我们好不容易已经要争取到 Railback， 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你讲的单位不动嘛。还是说我们这个有办法让他的公告有个落日的期限？其实不是啊，不是。如果他的法规不要那么硬的话，它本来就是可以共存共荣一起行驶的。所以就说一条铁路其实可以多元运具，这个法规只要能够取消的话，所以修法是不是一个先要来做的事情？会长，我是希望说可以共存共荣，就说 Railback 是说它随时可以让位让火车进来。我现在是最担心是招商，因为你招商你跟厂商有合约嘛，但是你这个民间厂商，你这个商业合约，它如果厂商不走，火车进不来，真的进不来。我想请教一下台中市交通局，那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是讲目前也所遇到的问题并困难，都基本的态度很有关系，为了工作的方向。复驶其实是从长期的角度来
从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国际级的水准来看哦，铁道的副食是中长期是绝对是发展的一个大方向。所以我们其实也评估过哈，因为副食它整个效益哦，配合我们整个这个3亿的慢城，加上我们后里的这个花博跟兰花的世界兰花这样的一个整体发展哦，以后未来这个110年复食以后，它每年可以带动的效益是40亿的效益，然后会引进的观光客是有400万。大家想说啊，400万按东营来疗愈应用哎，因为它是用铁路来，所以就刚才我讲，用铁路来到以后，它是步行500公尺，3公里范围内用骑脚踏车。这边如果又有低碳接驳，可以接驳到3义的木雕街啦，或者是小城故事区，那整个廊带都串联起来，还不止，连这个我们总统提出来的这个客家文化的资产。浪漫台山线这样的一个路廊都可以整体把它做整个串联起来，跟我们的后丰铁马道、东丰铁马道跟所以我们市长称这个叫什么33线我们不是有33国王这客家文化廊带整个是可以发展起来的要跟塔嘎苗报告大家想说啊，苗栗县、台中市政府现在好像两边针对这个议题可是我们长期的这个在院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建议是说，以后未来台铁局还有台中市政府跟苗栗县政府，他嘎来共同来成立一家公司来营运安永营的铁道这个旧山线，那这样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再结合地方的观光，从公营的角度来结合地方的这个观光，那就不会是从盈利的角度来思考这样一个旧山线副食的问题了。那苏段长，一个公营的旧山线的营运公司，是不是就是永续旧山线的一个好的解方？那台铁在目前的一个所有的经营模式里边，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是。那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可能也不是我们就能够决定的。是。那当然，不过有一个前提是跟市政府跟苗栗县政府这边是一致的，就是说，那基于整个一个旧山线的一个副食也就是说一直通到后里这个部分呢，那我想对整个一个旧山线是才有真正的大帮助。台中市政府这个案子，那可能也没那么快，那可能要过个4-5年那在4-5年之后你也不能说，那我这4-5年我苗栗县我什么都不要动了因为毕竟苗栗县政府这个案子在几年前就已经都定案了，它还在进行中。那我就像我刚刚讲的。3义这边的、4义这边的民众，他可能等太久了，他可能不愿意这样子再等下去。是。那你为了整个地区的一个能够继续发展，你也不能够说我都先不要做了，就等到一个未来好几年后的一个大案子，我再来做。我想，如果说目前这样一个 rail bike 能够让它营运，那阶段性的，那但未来我就刚刚讲，不管是市政府、苗栗县政府、台铁、铁道爱好者、民间，都希望它火车是能够副食的。对，也许将来公营公司也可以把这些民间这些铁道的这些专业力量也可以纳进来嘛。那我想在日本，他们很多就是这样，他们是由地方政府来经营，那地方政府就是拉当地的一些社团业者来经营。那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成功的机会，在日本就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也许都可以组成这个公司辖下的咨询的幕僚单位，可以大家一起来做嘛，你看到枪使可能没有力了解我来行了 rail bike， 韩国台中那片呢，后里都逢它有那部分呢，某同的部分呢，而来打通，所以整个前期准备的工作的期间，也许会必须要拉出来了但是太改黑。愿意共同坐下来讨论一下共存共荣发展的方式的话呢，还像这条铁路这样从这边串到这里，这么多的珍珠，这么多的亮点，才有可能是去被完成的。今日村民台飞嗰一拜来都申请复查条，带引来了解关心目前这条 Q 山线，明年是114了114个老火车路基嘅未来嘅命运很样板型，可能你来过你申请 Q 火车站，你凑够的蒸汽老火车，甚至你头摆经过了 Q 山线去读书也好，也讲识条路也好，大家对都会有感情嘅。今日村民台飞来为讨论，也请共同关心，下礼拜请持续收听村民台飞，大家安子谢谢。